世足48強抗軍，真的是為了讓內地隊進去。3個真相一次講清楚。2026世界抗軍到48隊，名額直接翻倍。很多人說是為了讓中國隊進去，但我看完數據，結論跟你想的不一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ll 叔。2026年世界決賽圈首次抗軍至48隊，亞洲名額由4.5個增至8.5個。好多朋友問，是不是國際足聯特地為了讓內地隊入圍，還是另有盤算？問題很敏感，但答案可以很理性。今天我們不猜測，不站隊，用3分鐘拆解這場賽制改革背後的3個關鍵邏輯，看看怎麼理性判斷，別被標題牽住走。第一部分，先問自己5個蘇格拉底問題。問題1，你定義的抗軍目的是看官方說法，還是看商業邏輯？如果看官方，國際足聯曰抗軍是為了促進足球全球化，增加新興市場參與。但如果看商業，亞洲、非洲、中北美洲的電視轉播權、贊助收入、周邊銷售，才是真正的增長引擎。一句話，口號是為了凝聚共識，利益才是決策的核心。問題2，你評估的內地受益是看名額增加，還是看實力匹配？來看幾組關鍵數據。亞洲名額從2022年卡達世界的4.5個增加到2026美加墨的8.5個，但內地隊目前 FIFA 世界排名約第90位，亞洲排第13到15名。名額增加不等於排名自動上升。競技面上，亞洲區資格賽勝率不到30%，對陣一線球隊差距明顯。賽制改變也不會讓實力突然變好。一句話，門檻降低不等於自動入圍，關鍵是自身實力而非外部規則。問題3，你判斷的動機是看單一國家還是看全球局？如果只看內地14億人口、潛在轉播市場、贊助商資源，確實是國際足聯的戰略目標。但如果看全球，印度、印尼、奈及利亞等新興市場同樣有巨大商業潛力，抗軍是多元局而非單一壓住。一句話，內地是其中一環，不是唯一目標。問題4，你理解的賽制影響是看短期入圍還是看長期發展？如果看短期，名額增加確實提高內地隊入圍機率，但入圍不等於有競爭力。如果看長期，抗軍可能倒逼亞洲足協改革青訓、聯賽、歸化政策，那才是真正的發展紅利。一句話，進一次世界是榮譽，建一套體系才是根本。問題5，你問這個問題是為了情緒宣還是為了行動決策？如果是情緒，網路上很多聲音說抗軍都進不去，內地足球沒救了，但情緒解決不了問題。如果是行動，你需要的其實是可追蹤信號加風險邊界加配置策略，不是和大結論。一句話，目的不同，答案就不同。先搞清楚自己需要什麼。第2部分，3條普通人絕對不能碰的底線。底線1，絕不把名額增加等同於實力提升。亞洲名額由4.5增至8.5，理論上內地隊入圍機率提升了，但競技水平不會因為賽制改變就自動進步。歷史教訓擺在那，2002年內地隊首次扣關世界，3戰全敗，0進球，暴露的是實力差距而不是機會問題。風險在於，如果用外部規則代替內部建設，很容易錯過真正的改革窗口。一句話，名額是機會，實力才是本錢。理性討論要看長期投入，不是短期囂。底線2，絕不把商業邏輯簡化成陰謀論。國際足聯抗軍確實有商業考量，但不等於特地為內地開綠燈。48隊賽制同時利好亞洲、非洲、中北美洲，這是多元增長策略，不是單一國家導向。
風險在於用情緒敘事代替專業分析，會讓大家更難建立有效的認知框架。一句話，商業是常態，不是陰謀，要分清利益驅動與惡意針對。底線3，絕不把短期入圍美化為長期成功。就算內地隊靠抗軍擠進2026或2030世界，如果青訓、聯賽、管理體系不改，進一次很可能變成最後一次。日本、韓國的經驗很清楚，持續投入青訓加聯賽職業化加留洋體系，才是穩定入圍且有競爭力的根本。一句話，入圍是結果，體系才是原因。理性討論要看根，不是果。第3部分，3個清醒認知加普通人追蹤方法。認知1，抗軍紅利的核心，時到逼改革而非坐等入圍。普通人怎麼追蹤？可以從3個維度盯數據。首先是競技水平，盯住內地隊在亞洲區資格賽的勝率，以及對陣一線球隊的表現。去亞足聯官網跟轉播數據查，每屆資格賽檢視一次。其次是體系建設，看青訓投入、聯賽商業化、留洋球員數量。來源看內地足協報告跟媒體調研，每年追一次。最後是國際比較，拿日本、韓國、澳洲的青訓體系、聯賽運營跟國家隊成績當鏡子，參考 FIFA 報告跟學術研究，每季數一次。關鍵問題始終是這個變化是規則紅利還是實力進步。認知2，普通人參與的關鍵是理性支持而非情緒批判，不同角色的切入方式不一樣。如果你是一般球迷，重點放在關注青訓進展跟聯賽改革，別指導國家隊輸贏，避免情緒化攻擊球員或教練，理性表達訴求就好。如果你是投資者，可以留意體育產業、青訓科技、內容運營的新機會，但別單一壓住國家隊概念，要分散配置。如果你就是一般觀眾，就學住理性看待足球新聞，分清楚短期成績跟長期體系的差別，別因為一次失利就否定整體努力。一句話，不同角色、不同看法，先搞清楚自己站在哪裏。認知3，理性參與的前提是接受複雜性。世界抗軍涉及商業加競技加地緣加文化的複雜互動，沒人能100%預測內地隊什麼時候進得去，但你可以建立一套信號監測加動態調整的應對框架。一句話，認知升級的核心是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，而不是追求一個確定的答案。第4部分，3個清醒結論。1，抗軍不等於保送，亞洲名額增加確實提高機率，但競技水平才是入圍的根本。理性討論要看實力，不是規則。2，商業不等於陰謀，國際足聯抗軍是多元增長策略，不是特地為內地，分清利益驅動與惡意針對。3，個人的切入點，與其糾結抗軍是不是為了內地，不如思考在足球改革的時代，如何理性支持、有效監督。結尾 Call to Action。Will 叔的小總結：世界不是因為規則改變而迷惘，而是因為框架不清而焦慮。下次看到世界抗軍內地入圍足球改革的新聞時，不妨問自己3個問題： 1，這個變化是規則紅利還是實力進步？2，我的判斷是基於系統分析還是情緒敘事？3，這則資訊對我的認知、消費、參與有什麼可執行的調整睇法？理性討論才有營養，看清結構才有選擇。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你理清了一些思路，歡迎訂閱頻道，一起當個理性思考的夥伴。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但記得不情緒化，不盲從，有交流才有收穫。得閒飲茶，我是 Will 叔，我們下次見。